7月12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個性開朗率直，同時亦都冷靜成熟，有一種獨特嘅個人氣質，自尊心高，唔服輸，中意出風頭。你嘅喜樂表形於色，情緒起伏亦都比較大。中意一樣嘢會一頭熱咁攏落去，但係要小心，有少少3分鐘熱度。行事果斷，有爆發力，亦都有一種非常之驚人嘅專注力。而喺感情方面，你單憑感覺就會墮入情網，戀愛唔係好理智，有少少戀愛腦。雖然你非常之專一，但係唔係好中意同對方黐埋一齊。你亦都渴望婚姻，對婚姻有一種充滿幻想嘅景象。你好重視性生活，認為係雙方交流嘅一個機會。佔有欲強，亦都中意操控對方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，你係全方位嘅人才，無論任何嘅崗位你都可以勝任。如果可以揾到 keep 到自己步伐嘅行業，或者係一啲大企業公司裏邊發展嘅話更加可以發揮你嘅才能。你有財運，亦都有成功運。一旦投入做嘢嘅話你就會非常之忘我。建議你唔好太介意錢，將你嘅熱情專注投入喺你工作上邊，自自然然就會累積財富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好多時一頭熱嘅你，有機會被指派一啲任務或者工作，有時會因為責任感而容易失去方向，一啲自己唔中意做嘅嘢都會攬上身啊。所以有時自己都要搞清楚，應承人之前要了解一下自己係唔係真係可以勝任，同埋係咪自己真係想做，咁會減少你好多生命上面嘅麻煩㗎。